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2年10月初1。今仔日的经文是耶利米哀歌第3章第19节到26节。耶利米哀歌第1章第7节到15节。马太福音第20章第29节到34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医治。半病人才需要医生，因为想要得到医治。台湾的健保制度初期并毋是介健全啦吼，电子的档案也未建立的时期，也阁因为当初时咱的政府开放对中国的观光，造就了济的英民四界去看医生，一直摕药迄个目的就是要将药物炸转去伫中国迄当时医疗水准真落伍的迄个时阵的亲人。也有一寡长辈因真爱去找医生，虽然因看到医生拢讲，哎哟，我这疼遐疼，但是大多数的因并毋是真正有严重的病。讲起来，只不过是想要找一个愿意听因讲话的医生。就算是医生有开药互因，因嘛无一定会照咧拢食。但是基本上，人是因为有病，身体有状况，才会去看医生。以色列人去互人掠去到伫巴比伦，是因为因离开上帝的真道。咱也看到上帝呼召先知的时阵，安尼讲：你毋通掠家己做少年，做你去到我差派你的人群的中间，来因宣布我的命令，你讲一切的话。你毋免惊因。因为我甲你同在，要保护你。我上主安尼宣布啊！听上帝的话，讲上帝的话，甲上帝同行一条真道顶悬，安尼人就会通得到上帝的同在，会通得到上帝的保护。伫耶利米哀歌，上帝阁对先知讲：我今仔日授权互你，你著爱万国万民来做剪除、拆毁、破坏、推翻、建立甲栽培的工作。这就是一个侵入性的治疗共款。上帝爱先知万国万民做剪除、拆毁、破坏、推翻的工作，就好亲像咱伫进前一再咧强调，有言、判断、刑罚，并毋是上帝的目标，乃是一个过程，实在是讲一个手段。咱用这个最近去互人政治化的艺考来做思考。以前马偕医生伫台湾为着台湾人挽喙齿超过21000个，这21000粒，咱知影挽起来了后，这个成人的喙齿无阁再生。了后就无阁再有存在为什么要办呢？当然是因为喙齿已经歹去但是安尼阁会造成无法度忍受的痛痛，影响到健康生活。
所以慢毒虽然造成某一方面的伤害，但是却带来身体更较重要的健康。其实我家己的经验，伫高中的时，第一摆去到伫牙科的诊所治疗喙齿，迄个时看到医生拿着迄个电钻磨喙齿好心里足惊啊，嘛真烦恼啦吼。我想医生应该是真有经验，伊看出我的烦恼，伊就甲我讲吼，这个喙齿着爱钻一个孔，处理这个臼齿的部分，再佮甲补起来，安尼就免烦恼啊。得到医治有一定的过程，有的时阵爱忍受着痛痛，比如讲开刀啦，吼。伊是也是讲咱咧讲侵入性的这个治疗，这个过程拢是伫迄个迫害的基础顶悬，然后来成就后壁的医疗效果。信仰生命基本上嘛是参像安尼，为什么讲呢？保罗真强调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国外的信仰，所以伊当时嘛提醒咱，若无有国外，就有无有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国外的基础就是爱对死，然后才有国外嘛，吼，死而后生啦，吼，这个概念。所以必须爱治死固有的性命，才会通甲耶稣基督有同国活。这就是得到治疗这个真正的意义啦，吼。以色列人去轰掠到伫巴比伦，因的生活会通讲是沉沦到伫山坎内底。因真期待上帝的拯救会通互因倒转来伫因的故乡，就好像一群已经失去五望的病人，五望着会当找着一位神医的医治，互因会赶紧好起来。这也是为什么早期台湾的宣教师，因来到伫台湾了后，就拢用医疗做宣教。传福音真重要的一个手段，带领足侪人因为安尼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可那参像耶稣基督的时代，伊传福音的工作真重要的部分嘛是医治，伊常常医治人的病，特别是当这时人当作是绝症的。伊嘛医治人的心灵。马太福音20章29节到34节，记载着耶稣医治2个痴迷的人。圣经安尼讲，因离开耶利哥的时阵，有一大群人对着耶稣来行。有2个痴迷的坐伫路边，一听见耶稣经过，就大声喊讲。主啊，大逼的囝可怜阮啦！大家责备因，毋准因做声，但是因搁较大声来喊话，讲主啊，大逼的囝可怜阮吧！耶稣就停落来，叫因过来，就问讲：恁爱我为着恁做甚物？因就回答讲：主啊，求你互阮的目睭会通看见。耶稣就动了怜悯的心，望因的目睭，因就即时会通看到，就跟对耶稣。所以照着圣经的记载，这2个得到医治的痴迷人，因必须爱追求，因必须爱愿意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然后就会通得到医治。亲爱朋友，你有接受吗？你愿意接受开刀治疗，还是无愿意听医生的吩咐，照实食药啊？那安尼的人是无法度
亲像无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无法度得到医治啊。耶利米哀歌第3章第19节到26节，咱来回想咱痛苦甲流浪，亲像在食苦菜、啉苦酒，想起这一事，我的心沉重郁卒。毋久，当我想起这个事，我就各有毋茫。上主的慈爱永远存在，伊的怜悯永远袂断绝。透早起换心，你的信息真大。我的心讲，上主是我一切福气的源头，所以我要仰望听候伊，信靠伊，找求伊的人。上主施恩互因，人着吞忍听候上主的救恩，因为这是好。感谢上帝手术医治，互阮对心灵、身体拢着医治甲赦免。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